关于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最新报告指出，有50多万维吾尔人被迫在缅甸强迫劳动。此前有报道称，有数十家国际品牌的供应链存在强迫劳动。比利时维吾尔协会开展宣传活动，以呼吁人们抵制呼吁强迫劳动的国际品牌的商品。该协会成员阿斯玛女士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一些大品牌的杂志图片，上面标注100%维吾尔产品、被绝育的维吾尔妇女制造等，以提高国际舆论对维吾尔强迫劳动的认识。他表示，不要说我自己不能改变，你能想象如果1000个人的习惯稍有改变，我们能做出什么大改变？这一切都是从小步骤开始，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结束这场破坏。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段视频揭示了一名汉族老师恐吓和殴打维吾尔族儿童的场景。据悉，该录像是在喀什一所学校拍摄，一名汉族老师在教室里的孩子面前殴打和踢了一个维吾尔男孩。这个维吾尔族孩子用他的母语说了几句话之后，老师大喊“你说什么”和“你刚才说什么”。世卫组织调查组即将到达武汉调查冠状病毒起源之际，中国外长王毅否认这款冠状病毒发端于武汉。他的表态似乎为本次国际调查定了调子。王毅周六1月2日向中国2大官媒新华与中广视总台表示，越来越多研究表明新型肺炎疫情很可能是全球多地多点爆发，但他暂未披露这些研究出自哪些机构和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中国外长王毅今天1月2日在中国2大官媒采访中，主要强调中国当局在抗疫方面做出的成绩和贡献。武汉爆发冠状肺炎疫情已经超过1年，之前北京一直拒绝让国际社会到武汉对这次疫情的起源展开调查。美国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上周表示，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最可信的言论是病毒是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露出去。伯明表示，就连中国的权威人物现在也公开承认，他们之前有关病毒起源于武汉市场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于1月2日针对3家中国电信巨头被迫在美国退市作出回应，谴责美国滥用国家安全，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并指这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也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利益，将严重削弱各国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周四宣布，将遵守美国官方行政命令，对中国联通香港公司、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进行退市处理。根据特朗普去年11月发布的行政命令，这3家电信运营商被指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禁止美国人投资。美国国防部下令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继续留在中东地区，以应对伊朗可能对美国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伊朗领导人最近对特朗普总统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发出威胁，我已经下令尼米兹号航母停止实施例行的重新部署，并将继续留守在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在的行动区域。五角大楼稍早前曾宣布按原定计划将尼米兹号航母调离中东地区并返回美国。但是在1月3日美军无人机击毙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1周年之际，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和军方高级官员扬言会对美国实施报复性打击。